OK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光頭啊。有朋友問我，想話喺星河單題揾一套適合三代同堂居住，而且咧帶花園嘅單位。今日我同大家安排一套豪華裝修嘅，今日佢嚟啦，一齊去睇樓先啦。OK，呢個單位嘅房間正面積咧，一共係163方噶，做咗5房2廳2衛1個廚房，南北通透嘅格局，採光同埋通風都係非常之好嘅。而且呢個單位咧，上面積咧係非常之大嘅，上用率可以達到100%啦。業主裝修一共係等咗60個 W，瓷磚上牆，而且做咗全屋嘅中央冷氣，所以呢套房嘅裝修係咪非常之靚呢？而呢個單位最大嘅賣點咧，就係呢一個100方嘅花園啦。我哋一齊嚟睇一睇下。OK，呢個花園嘅面積咧有成100個平方啊。喺西邊咧，業主做咗個洗衣房啊。東邊咧，業主喺呢度做咗個涼亭。白天可以約齊你3、5知己一齊喺涼亭呢度飲個茶、傾個下偈、食個下午茶。而晚黑咧，可以同你嘅屋企大細一齊喺呢度圍住開個紅酒，一齊 BBQ 啊！咁嘅日子夫復何求啊！好啦，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右手邊刷支旗，後台私信我啦。今日係咁先啦，拜拜。